后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到台南的行济宫，庆祝着虎爷圣诞，特别举办世尊虎爷的跋杯活动。今年有160个人来报名，要来抢8尊的虎爷，是有史以来上届竞争的一年。 在观音亭暨树顶行济宫，为2010年开始，去高水版的虎爷身上提供予信徒跋杯迎请，但是迎请的数量拢是由虎爷公指示。今年有8尊，拢总160个人报名。跋就是讲哦，160外个来跋吼，就是前8名到有安尼。行济宫祭出高水版的虎爷举办起好祈福。 已经成做逐年好耍活动，为信徒无多含虎爷结缘，感觉真失望。袂讲拢是缘分，鼓励明年搁再拍拼。外口就是，搁再买到后一年，就是看是要几尊要信用来办。行济宫逐年拢会举办起好祈福活动，向全台湾各地信徒拢会报名参加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